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群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阿權妹又會同大家來小見乜嘅喏。其實阿權妹一直以來同大家小見嘅動作，青年農民轉到烏卡。今日嘅咩強調，我同大家來小見對南投來嘅青年農民，韓國佢兩啥今日嘅節目裏邊有兩啥，佢兩啥全部就係烏卡嘅產業村嘅三胎哦，一個係種茶，另外一個係種枇杷。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小見，先來也兩個青年農民，佢也條嘅戀愛故事啊，唔係啦，其實佢也條係兩公婆。今日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用嘅老烏卡嘅農產業結合一下現代嘅大家中意嘅東西來做一個轉型，來做一個運用，好同大家來分享。細細嘅家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位來賓，先來分享佢同時係茶師、廚師，韓國又係呀魯谷嘅客家協會嘅理事來分享。松杰分享，大家好，各位好，我是松杰，來自南投鹿谷，很高興來到這個地方。好，分享松杰來到節目當中哦。稍後落係佢講嘅本友，我們來分享種枇杷嘅乃魚分享。大家好，我係小乃魚，來自國信的枇杷魚，很高興認識大家。枇杷魚是綽號，是不是？同神奇吼，故說今日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韓國兩位係兩公婆，是夫妻，對不對？我已經要被你們閃瞎了，大家一人發一支墨鏡，拜託，因為佢兩啥今日竟然穿情侶裝，夫妻裝。沒有講好，冇講好哎，我們到這裡脫外套才發現。哇，所以是不是一開始應該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佢兩啥都係青年農民，兩啥係用嚟認識、用嚟結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們的戀愛小故事。我們的戀愛小故事嗎？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就想要回鄉，就想要幫家裡。這麼早就決定了？對，應該是暈了頭吧。現在回想是這樣。那時候就回鄉嘛，那走不動。因為你的就剛剛一開始有講到，嘿，傳三胎，烏卡傳三胎耶，所以你也是第三代，就決定要回家接手。對，然後回家路上就會想說要怎麼走這條路，然後剛好政府都有在。那時候，現在也是啦，依舊是在推行，就是說希望年輕人可以返鄉從農，或是做一些本來的事業嘛。然後就剛好我得知說有青年農民這個組織，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好，那就請找看門路怎麼進去，然後加入這個組織。剛好那時候是松杰當會長。對，所以松杰就提供了很多協助，就是了，算是兩個人是回鄉務農之路的夥伴，可以這樣說，對不對？哦，所以兩個人理念都很接近嘛，當初兩個人的理念跟想法。就是其實在過程裡面變成說，因為大家都是青年農民，所以農民比較知道，農民跟農民比較能夠對談。對。那第二個是年輕人跟年輕人其實也會有自己對談的方式，對啊，所以變成說，我們在過程裡面發現說，其實可能在理念啊，然後講話的方式啊，然後就是可能想要做的事情會比較接近一些。哇，而且好可愛哦！這是你們的婚紗照嗎？哦，對，太可愛了。故說也是按你真嘅係。很不可思議的緣分，因為其實賺到烏卡回到自己的家鄉，然後做原來自己家裡的產業，就已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了。是，很多人不止可能家人反對，然後可能伴侶也反對，但是你們反而是兩個人都有這個理念要做這件事情。然後兩個人互相扶持，然後一起回到鄉下，回到家裡，然後窮鄉都啲南投，故說一撒種枇杷，一撒種茶，就一直到現在，然後甚至把枇杷跟茶可以做一些結合，把自己的技術做一些結合，互相幫忙，很棒，真的是東本人新鮮嘅一對兩公婆吼。不過今日節目當中，除咗來分享佢哋嘅故事以外，還係會同大家來分享佢哋種嘅東西。一開始我們先來請松杰跟大家分享你種的茶，種嘅三胎耶，你們家主要的品種種的茶的品種是哪一種？其實基本上全台灣啊，大概最大量的一個品種是清新烏龍。清新烏龍，對，清新烏龍不是飲料店那個清新，那種品種叫清新烏龍。對，它的品種叫清新烏龍。那所以其實它種植的海拔，從低海拔到高海拔，它都可以適應。哦。對啊，所以第一個是因為大家
它都能够适应。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其实大家比较习惯这样的味道，所以久而久之就我们从阿公的时代，然后开始种到现在，就一样都是种这个品种，只是说在过程里面可能说我们从自己原本的家里海拔大概500、600，然后后来往高山去走到三连溪，然后海拔大概1600、1700，对啊，其实这样一路以来就从高山茶，然后又做了冻顶乌龙茶，对，然后再去想，其他的方式是不是再做转变啊，做红茶，做其他的模式这样。对。所以其实一路以来被上的动无像样嘅方式，也是讲发展无像样嘅产品。不过因为我看资料有看到，其实松姐你有特别提到你们家的乌龙茶是清香型的乌龙，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是比较值熟香型的乌龙，这2种都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差别在哪里吗？其实我们一般在讲高山茶，就是海拔1000以上，定义上就是海拔1000以上。就是叫做高山茶，对，那高山茶的制作方式基本上都会以清香型的为主，就是它味道闻起来会比较清香，对，就是你会闻到那个香气。那喝起来其实喝起来有东西，可是没有到那么多，对啊。我们之前也是有在一些比赛，然后得到特等奖，也是清香型的特等奖。那除了这以外，刚刚讲的冻顶乌龙茶，其实冻顶乌龙茶是鹿谷香，大家比较知道说鹿谷香等于冻顶乌龙茶，对，很有名。那冻顶乌龙茶其实它是它的名称，它其实就是属于熟香型的茶叶，它就是有被烘焙过，所以它等于说是浅焙跟熟焙、深烘焙是这样子的分法吗？对，就跟其实茶叶跟咖啡很类似，对，就是你这个我喜欢喝浅焙的，我喜欢喝重烘焙的，有点像曼特宁啊，对，就其实就是类似那种方式，对，区分的模式啊。原来是这样，故说以为它高海拔这样子品质的茶叶，你们就会做比较清香型的这样子的烘焙的方式来做茶。其实都会，因为我现在原料做出来了。那原料做出来之后，其实我可以去就我的客人的需求，去做不同的调整。所以各种不同的调整，嘛该都爱不会做就错诶，故说都冇简单哦。不过因为来谈讲，懂年种茶、米种茶树，有听过什么？比如说野生的山茶也有，那有人种什么小叶的跟大叶的，这个差别在哪里？跟你要的种的反应跟种的环境有关系吗？其实大叶种的茶叶，其实它是像阿萨姆红茶。对，我们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红茶，它如果是阿萨姆红茶的话，基本上都是大叶种。那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可不可以做红茶？可以。对，我其他的茶叶都叫做小叶种的，像清新乌龙啊，然后金萱茶，这些其实都偏向小叶种。那我把这个小叶种的清新乌龙去把金萱茶去把它做成红茶的方式去制作。那做完之后，它就变成红茶了，只是它是小叶种的红茶。古时其实不管是太叶要种，也是细叶要种，全部你爱种嘛该茶米，其实都是可以的，只是不同的做法而已。对，就是它是以制成来去做定论，因为你像北部这边会有像铁观音，那铁观音会分2种，一个是正统铁观音，一个是铁观音。好难哦。正统铁观音就是它的品种是铁观音，制作方式也叫铁观音。所以它连品种开始就是铁观音，然后用铁观音的做法，对，所以它叫铁观音。可是你如果用金萱茶、用乌龙茶，也是可以用铁观音的做法，一样可以做那个方式去做，它就变铁观音。那我用红茶的方式，它就变红茶。古早其实茶米也很有趣耶，它可以用不同的搭配，或许就有一点点些微的差距，但是亚可能就会亚哈懂农民家的推崇他们自己的特色，对不对？对。毕竟讲冲啊苏烘亚比就是松杰带来的茶，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清香型的乌龙。对，清香型的乌龙茶。古早亚哈阿 Q 莫就来色可拿，给茶米跟谁看起来是比较淡的颜色。对，对，它的颜色不像是以前我们喝到的浓茶，就是可能比较偏咖啡，它有一点点像是比较黄绿色的感觉。它颜色上会比较有点像偏金黄色，对啊，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想说，茶叶那是阿公爹地咩？那是长辈在喝的，因为可能会印象中就是颜色很深，然后喝起来就可能会睡不着啊，对啊，其实
其实茶也有很多种，对，其实都可以做尝试。真劲呢！虽然呀哈也比几件人体，不过色都养最度后，就做的色都茶给清香味。我可以用我的味觉去体会刚刚松姐说的什么叫做清香型的乌龙了，因为在我的脑海里面做的对比和爱头白色跟东鸟那种另外一种从可能会回甘的那种另外一种不同的香味。这个是清香型淡淡的香味，不过但是就是有那种。你喝得到茶叶它本身的味道，比较偏叶子的味道。是。对，古时也就会清香型的乌龙。不过其实吼，刚才俺都会讲茶，还有枇杷儿童太搞来分享哦，对不对？乃云，你们家枇杷种了3代，那也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枇杷我也听说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对，你要不卡给黑那一种给品种？我种的是茂木。茂木在一开始在台湾在栽种的历史，它是它是日本进口进来的。日本，日本来的。对，这个品种是从日本来，那它是适合种在纬度大概是33.5度的环境气候里面。那它是台湾算是枇杷种类里面最大宗的，像去拍卖市场，你就可以找到茂木这个选项。哦，古时候你都会看到的。可能大部分都是茂木这个品种，就是我们看到橙色大颗的那一种，就是因为它橙色，所以大家才喜欢它。因为我曾经看过另外一种品种，它是就算它是熟的，它是黄色的，它并没有这么红，不会到橘这样子。可以以为就吃到蚯蚓还蛮小蚯蚓，好像还没有成熟，但其实它已经成熟，但它是黄色的。古时候其实枇杷有懂都某 Q 给品种，那像这样子的茂木的优点，除了它适应力强之外，还有其他的优点吗？它吃起来肉质会比较绵密，会比较软嫩，就软一点，会觉得让人家觉得是入口即化，这样会比较粉，好像也比较甜一点，对不对？甜度跟其他品种，甜度也比较不一样。古时候用亚种茂木这个品种来种枇杷哦，还有懂到枇杷加个生了枇杷用的种啊，枇杷适合用的个环境啊，生了要南头用的来种枇杷，其实还有懂到内容，同大家来分享，还有个枇杷嘅后面是都还蛮同大家讲哦。先休息。哈哈，一堂再跟同大家分享。好，分享大家有陣都福起來咧，我係做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吼，兩個當後生嘅兩公婆，佢哋對南投來，伊咧啲鹿谷種茶，另外伊咧啲決心種枇杷，係當 TP 咯，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剛剛有講到這個乃魚，有同大家來分享亞布卡嘅枇杷的品種是茂木這個品種，那也係阿群妹就會來測試一下呀茂木品種的後面是哦。唔過其實我堂講後，只要是種果實，所以是種果子呀，從開就聽超懂的，所以這個種的方式就很重要了。是不是也請乃魚跟大家分享枇杷你們種的方式是什麼？好。我們以前是慣行，慣行就是現在大家習慣用，就是會弄藥啊、撒農藥啊，或是除草劑。以前那是以前。過去。那我回來的時候，其實有跟媽溝通，我媽媽溝通，媽媽有在有機農場去工作過，所以她很能夠接受我的想法。那我的想法是從我大學跟碩士的時候就建立起來，就是覺得說不一定要用到那麼大量的化學的製品，像說肥料或是農藥，我們可能可以去改變看看，怎麼樣對環境友善。那我們初期本來是想申請有機，但其實那個要評估那個效益。其實農民現在都會來知道說，不一定要追求有機認證這兩個字，但是你可以對友善、對環境是友善的。所以我是用草生栽培，先讓我的土壤先養一下，不要一直去。有些做法對土壤來講有點是虐待它，因為你可能一直除草是不好的。哦，沒錯，因為如果它少了草，它其實它環境是不對的。對，盡量先讓它回歸以青年蛋最原本的情況。而且果樹，因為我們已經3代了嘛，其實果樹已經很老了。那其實你要顧好是它根系，它才可以長得壯。那根系就跟土壤很有關了。所以我現在手上的這個枇杷是從3代以前就可是種的果樹嗎？對，哇，所以其實枇杷它的生命可以長很久，可以到60年都還 OK。60年，所以我這個可以算是老長的枇杷咯。可以啦，中壯年，中壯年，中壯年是。如果說阿群妹他就會吃色可那亞枇杷跟米西哦，好甜哦。可能我被我們家我媽媽的枇杷慣壞，因為我媽媽就是我剛剛講的，你種的就會那黃色的品種，很酸。
那是自己种好玩的。我妈妈有一块小菜园。自己会种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我刚刚会提到说，种枇杷、种柚子全部种类就很多。那奶鱼的枇杷呢，跟它吃到之后就发现好甜哦，好香哦，很多软，不是那种脆脆的口感，它是软软的，很好吃。古手鸭就会有没有中壮年的枇杷树长出了个枇杷就按后生。刚刚讲完，你用草生栽培法来制作，所以其实枇杷。我有个问题，枇杷吃的时候要剥皮吗？可剥可不剥。所以如果有人喜欢，可以接受枇杷剥皮给红色给发，其实是可以吃不要剥皮的口感。但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农药的问题就很重要了。所以后来你用这个草生栽培，先把土壤养完之后，然后尝试着用没有农药的方式来种，完全不用农药，完全不用农药的方式来种。那肥料的部分呢？怎么样施肥？我会血施有机质肥料，其实也不用太多的肥料，因为其实土壤里面就有它的混氮跟营养，对，然后你草生栽培，其实它会有一个 recycle 在里面，所以你其实就是你要去观察你的果树跟下对时间点，其实你就是适量去施肥就很 OK 了。其实我也不会说一定不能用化肥，就是看你的状况，但我还是主要是用有机质肥料。去让它去照顾它，去调养它，像坐月子这样慢慢调养它。所以就把土地当人就对了，是把土地当成一个生命，照顾给。听说其实果农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土壤啊环境之外，其实像甚至温度上面、温差上面，可能也要特别注意，对不对？比如说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是很难解决的嘛？在温度上，太冷的话，它就不生长，然后它就会，你就没有办法去收它。所以我今年就有跟那个埔里改良场，就是农改场，然后就是他们有做小型试验，然后那个分厂长他就有提供菌菇包，就像暖包这样盖在那个。菌菇包是中雄菇的那种太空包，废弃的太空包。然后有肥料厂那边做处理之后会一包嘛，那它会发热，因为它会一直发酵，然后放在头那边，所以在很冷的寒流来的时候。就可以这么用，哇！然后过了之后再把它割开施肥，这样。哇，该除了呀，原来这个废弃的中雄菇跟太空包还有这个做法，而且就很特别，运用基本蛋给提醒，你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而且还是废物利用，然后就让它可以温度不要降得这么低，然后跟暖包，不然其实你看中购是1年1收，然后如果因为寒流，然后还不能生长，其实黑一天。懂得营养给事情很可怕，非常可怕。对，所以其实我们有另外的方式，不以用轻用田野给粉色来继续生长。对，故说枇杷嘅部分係用青田野嘅完全冇農藥嘅粉色來種，跟俺就想來摸一下嘅種茶嘅呢，種茶又是怎麼樣的方式來種？其實我們在種茶的過程裡面，雖然說沒有像奶魚一樣可以做到完完全全的不要用藥，對，但是我們在過程裡面其實因為爸爸媽媽他也蠻認真都去上課，所以變成說我回來之後，快10年了，但是這段時間一樣我自己也去上課，那上課之後我會發現說，其實這種草生栽培啊，然後這種方式不要用化肥的方式很好，那回來之後想說，因為大家聽大家都會講說可能會家庭會革命幹嘛的，對，然後。上了1次課，上2次課，然後上完之後就覺得好像可以講看。因為乃瑜他們家感覺比較不會有革命，因為媽媽自己有去有機農場工作過。對，那我回來之後想說，那問問看好了。那爸爸就說，喝啊。就是他，因為他自己本身有一直在吸取新知，所以等於說，其實他知道的跟我們知道的可能差不多。對，比較接近同步。那變成說我其實發現說，這樣。比較好做，那他能夠接受，我們有辦法想要做這件事情，所以就是從不要用化肥啊，然後不要用除草劑，然後一樣是做草生栽培。其實發現說，其實很多人講說茶葉不好做，可是實際上我們在做的過程裡面，雖然隔壁的茶園，因為隔壁還有茶園，所以比較難去做到有機，對，會有林田的感染嘛，對。那可是我們在過程裡面會發現說，有時候我們可能自己在拔草。隔壁在
隔壁已经在采茶了，那个采茶跟我讲说啊，那个隔壁隔壁一起不爱哦，就是咱那个都不要，是不是？怎么草怎么那么高？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就是时间还没到，所以还没有采茶。那采茶前就要开始先把一些草，可能说我不是说地上的草都要除掉，而是超过我的茶树的草我才要除。对，因为至少我在采茶的时候不会采到那个杂草嘛。对啊，所以在草的草就发现说第一天这样，那第二天、第三天隔壁来采茶，然后来了之后，奇怪啊，隔壁还不是歪吗？啊，怎么突然变那么干净，变那么漂亮？对，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在过程里面用这种方式，会让我们的茶叶，它的生长环境越来越好。那虫害的部分，其实人也是一样，我也想要吃苦的茶，还是要吃鲜甜的杂草？我当然要吃鲜甜的杂草啊，就算给它插臭不够，但是它应该比茶好吃吧？是，而且你分散了它的注意力，虫有了这么多东西可以选择，它就不见得枪声茶听听啊，其实会是臭啊，是其他的东西。所以其实草生栽培，吃到黑一种。当然，我们希望自己也要喝茶嘛。希望农药量可以减到能少能多少就多少。不过其实这样子又会面对到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病虫害的问题。那病虫害的问题，我想茶也会有病虫害的问题。是。对。那我们刚刚就讲了嘛，本给色臭，让它吃草，减少一点点。对，分散风险的概念。就变成我们自己一样很难去避免，但至少我可以。降低我的这部分的一个威胁。对，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其实在这个方式，我觉得只要不要差太多，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就好。因为很多朋友会讲说啊，那个茶叶是不是很多农药？我说其实如果大家会喝到中毒的话，那茶农应该死光了吧？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这个是懂得自己吃喝更多。因为我们自己还没结婚的时候，乃瑜他可能就是比较少在喝茶。那结婚之后，就是发现说，其实茶农都这样，就闲没事在家里，然后可能在打电脑、打资料、做计划，聊天还是一样都会喝茶。就是3不5时就喝茶啊。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应该茶农死光光。应该说某年兄会砸自己的招牌啦，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品牌可以持续经营下去。不过刚刚讲说茶是苦苦的茶叶，虫当然可能相较起来会想吃杂草。不过乃云两个枇杷是香甜的果实，两个购置用某农药给缝设，这到底要怎么避免？很难，但大家都会套袋嘛，对 ，OK， 但是蚂蚁就会爬进去，它就在枇杷袋里面做它的巢。所以蚂蚁是会吃枇杷的，很少，它会是吃那个蜜露啊那些东西，对，但是会影响到枇杷的生长，会，影响枇杷的外观，或是它有时候会住到枇杷里面去，就是凶案呢，好可怕哦。但是这有方法避免吗？很多人尝试过，然后我也尝试过，其实只能减少它的族群数，但是它还是会一直存在，所以没办法，而且它整个是蚁害了，整个国姓很严重嘛，有上新闻，然后现在不止国姓，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啊，连鹿谷都是。我叫鹿谷，想说这边应该没有蚂蚁吧，就还是有，很可怕。那个果园啊，附近的果园柠檬也要喷水，它喷不出来，然后它把它转开看，里面蚂蚁筑巢在里面。哇，故说其实也是真引大家就懂听同个问题，然后目前无解。所以其实种有机真的没有这么容易。你想看那假使讲有一些农民，他一年抢种枇杷，用枇杷来搞生发，但如果因为这些灾害都养虫，可能就没办法继续种了。所以我们要发展其他的事情，除了把枇杷种好之外，我们还要发展其他的，比如说像松节，就来可以是做茶染了，对不对？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在泡茶，像刚刚讲的，就是每天都泡茶，其实光自己在泡茶的量，泡完那些茶渣就很多。对，那我们就可以把茶渣收集起来啊，然后可能有一些再加一些茶叶进去，那我们就可以去，因为其实茶叶它原本就有颜色了，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颜色去做植物染。对，因为其实客家会有植物染的这个方式，像蓝烟嘛，它敢有蓝烟，还有其他的天然植物的染料。我没有想过，对呢，其实弄掉色茶的时间，然后那个茶滴到衣服就洗不掉了。对，所以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现说，其实这部分可以来做茶染，那我们就开始去想办法去做。那过程里面，因为大家在做的染布大概都是用像大青啊，或者是小花蔓泽染啊去做蓝染。对，然后我觉得说蓝染其实蓝染看起来很有特色，对，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再更有在地的一个风味，所以我们就去做了茶染的这个动作，然后甚至说，我做出来可以做产品，然后可以做体验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去直接动手去玩。唔錯，嗰時候其實你看連用茶就做得來發想家到嘅創意，做得來做日茶飲哦，非常非常嘅特別。唔過還要行卡到家到嘅故事，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嚟哦。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對南投來嘅嗬，分別係啲啊個新種呀，枇杷韓國啲鹿谷種茶，唔但請好做得有本地嘅產品，另外家下又講到好茶，還做得拿來做茶染、茶飲，另外還做得拿來食。對不對？嗰時候當 T P 咯，一下愛同大家來分享嘅 T 一項就係冰淇淋、黑餅。嗰時候你用啥？然後茶做成了意式冰淇淋。是，對，一開始中文該會有這樣子的想法呢？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是因為，其實剛開始是因為枇杷。哦，是枇杷先做的，是不是？枇杷。哦，對，因為那時候剛好我們是在4月份結婚的，那4月份就剛好是枇杷的產季撞在一起，然後就很忙，然後忙到那個岳母就說這些沒有辦法賣了，沒有辦法賣，然後就是你也不能不結婚啊，對啊，就是已經都全部都敲好了，對，那剛好那個時間大家有空，那就想說就那時間，那變成說這些東西怎麼辦？我們想說有沒有不同的方式去做呈現？那大家想說啊你做枇杷膏的喝啊，做枇杷膏啊，大家反正種枇杷都要做枇杷膏。我說，可是就老婆奶奶就想說，為什麼種枇杷膏？種枇杷要做枇杷膏？對，然後我們就在因緣際會之下就有認識到做意式冰淇淋的朋友，然後說那我們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們試做？試看，超特別的。我剛剛一開始我拿來茶口味，然後後來我立刻換枇杷。我從來沒有吃過這個味道，原來枇杷做成冰是這個味道，很清香清甜，而且它還會有一種酸酸的香味，為什麼啊？其實枇杷要酸甜比要剛剛好，有很多人喜歡很甜的枇杷，是有偷加烏梅是不是？它就這樣子，其實枇杷要酸甜比剛剛好，我會覺得比較不一樣層次。所以這個意式冰淇淋就是只有枇杷而已，枇杷本人，然後再加水去調嘛，調了2粒這樣。哇，好特別！我從來冇食過枇杷嘅冰淇淋，然後係暗用嘅米西，非常特別。而且因為它是意式冰淇淋，我覺得它沒有像我們外面吃的冰淇淋那種乳化的程度非常多，它還有一點點沙沙的口感。對，所以會有一點點像綿冰跟冰沙的感覺。雪酪就是對，雪酪，對，很好吃，非常非常嘅 TPA， 所以。這也算是你們婚禮之中的產物哦，是婚禮小物啊。我們就是大家吃飯嘛，吃飯最後一定會有甜點。對。那我就跟那個中爆賽講，你們我自己有。對。哇，好有特色哦！因為大家婚宴上客人都吃大廠牌或其他廠牌的冰淇淋，然後你們就是我們自己的，是我們的愛情故事之一。因為一般都是做美式，對。那我們想說，那我們把它做成意式。那其實講實在的，我們有試過，對，去拿那個一般的盥洗農法，的枇杷，跟我們自己種，就是比較沒有農藥，沒有農藥，對，就直接去做2桶出來，吃起來真的不一樣。可是可能因為我們常常在品茶，就要很。你們的那個對，你們的味覺跟嗅覺可能都比我們還要敏銳，可能會比較苛刻去看，對，應該尖銳去看它。對，而且我覺得用意式冰淇淋的方式，它的奶味不會這麼重，對，所以它就是很單純的是都以購置笨蛋給米西，所以是我剛剛吃到好特別的味道。市場上基本上我們還沒有看過枇杷的，因為成本太高。
也是哦，因为没有人会又懂难种，又很难种，对，产量又不多，对。然后吃都不够了，还要拿来做冰淇淋。就是对啊，就是真的是市场上没有人像我们这样他要拱丢吧。但是其实还是可以做加工，因为农田是看天吃饭，所以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我们像做友善的伙伴们，有时候量一大单是不可能吃掉这些量的时候怎么办？这是一个方式。然后再是说它可能比较丑，像我今天带来有一些是比较丑的，那卖相不好，那又怎么办？它又很好吃，你丢掉又很可惜。我每次捡我就觉得很伤心，你知道吗？全部就会暗涌群看传嘎。对，而且有时候你可能拿去送市场，市场它又是用一般的机制去看，很丑，对，然后价格也不好，对，那我们就想说，那其实这些东西都很好，那我们就想说，我们除了我们自己做以外，对，我们就是跟一些青年农民合作，对，因为农民其实真的会遇上这样的事情，很长哦，你可能天气的关系，然后东西很好，可是不好看，怎么办？你要倒掉吗？送大送后，对，那我们就我们可以去帮忙做代工，去把它做成这样子，你一年四季都有产品可以卖了。因为反正只要做完，你一年四季全部就都得卖，这个产品跟收入是可以不间断的，如果量够的话。对。那比较讲当过一类像这个茶口味的冰淇淋，你看起来它是绿色的口味，因为我一直觉得它很像抹茶，但吃起来跟抹茶味道完全不一样，它一点苦味都没有对，它就是茶的香味。对，会在鼻腔这边嘛？对，东后生。因为一般其实像刚刚讲了，做这么多事情，然后就发现说，那自己的茶呢？对，那我自己本业也要顾啊，因为一直在顾老婆不行啊，本业也要顾。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一样还是要把茶叶去做成不同的方式做呈现，所以我们就把茶叶从喝的茶变成吃的茶，就我们就把它做成茶餐啊，然后甚至说像现在去把它做成那个乌龙茶粉，做茶粉的方式，然后乌龙茶粉其实可以做烘焙，然后也可以拿来做意式冰淇淋，对啊，所以用不同的方式，希望去把这个生活带给大家。因为其实松姐她也有餐饮的背景，对，所以然后除了做那个冰淇淋之外，然后我现在手上亚文泰嘎空起了一种蛮个甜筒，它是茶汤，对，它是什么茶的茶汤？就像刚刚讲，我们乌龙茶可以做成红茶，对，那我做成红茶之后，我发现说，其实红茶它有它自己的香味跟甜度在，那应该是可以一样去做餐做结合。那这一次是做那个红茶的汤圆，对，那其实好香哦，其实它可以有不同的变化，对，我可以做成甜的，做甜汤。那其实做咸的话，可能可以红茶可以跟排骨去煮排骨汤，真的呀，改呀，好奇怪哦。然后也可以用乌龙茶做，不一定用红茶，用乌龙茶也可以做。然后甚至说可以做，我们还有做乌龙茶熏鸡，对，就直接用烟熏的方式，客人很喜欢。哇，姑嫂，其实我刚刚喝那碗汤圆，我的想法是应该全文芒色色沟有这样子味道的搭配，就是汤圆甜汤跟红茶。是，其实是以为那个红茶植物的清香味是可以解腻的，你懂那个汤圆里面有包什么花生馅啊，或者是芝麻馅，可能会太那个，但是加了红茶下去搭配下去，就觉得哇解腻。然后嘴巴又有一种口中有一种清香的感觉，非常清爽，很喜欢。不同层次。对，姑嫂你要得出台由熊豆老这些不单跟农产品来做加工，变成加工的产品以外，其实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茶染其实是可以做体验的，韩国除了茶酿以外，还有其他的体验可以来参加。其实像刚刚讲，就是我们从喝的茶叶到吃的茶叶，然后现在到做的茶叶，我可以直接把茶叶拿来做体验的方式，做成茶染。那其实除了茶染以外，可以让消费者知道说，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讲一心二叶？所以我可以直接让消费者我们可以到田里面去看，直接到茶园里面，那直接采到底茶叶怎么采？为什么一斤茶叶那么贵？贵真的是贵，到底贵在哪里？其实有时候从过程里面去体会，借由双手去接触这个土地的温度，会更清楚说到底它珍贵在哪里。对。姑嫂其实像暗涌给体验嘛，乡亲朋友们都得去报名参加，当然是可以报名的。要怎么样报名呢？我们其实会在我们的一些脸书，然后粉丝团，然后像 Line@，其实都会去发布。其实不会只有茶叶而已，对，比如像还有哪一些 DIY 的体验？像最
像最近的话，是因为刚好有萤火虫，所以我们会搭配萤火虫剂，然后可能会做，比如像草莓醋啊，然后做柠檬醋，就是我们有很多好伙伴们都是做友善的，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这个青年农民的这个联谊会，你要得有动动跟伙伴可以互相交流，大家一起来把南投的这些农产品让大家知道。是，所以我们就用借这个方式，其实把大家的东西串起来，像。现在政府在推6级产业，那6级产业的部分的话，1级是生产，2级加工，3级是服务。对，所以我们现在1级、2级、3级都有了。那1乘2乘3，我们可以创造更大的效益，所以是6级产业。哇，对，那用这种6级的方式去把整个流程串起来，让消费者除了可以用吃直接买以外，可以用直接体验的方式，然后知道说，原来。现在的农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只是努力，对，然后现在其实用不同的模式，对，加了非常多年轻人的创意都底部，古时候太高都得看到吼，农产品中得有按斗的变化，没什么节目叶松杰跟乃瑜跟大家分享哦，谢谢。没什么乡亲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看下来做运动了。